啲嘢入去。Oh God. 夾慢。You're straight up passing the thyroid. 溶血注射器會摧毀感染者血液細胞嘅特殊藥劑，可避免屍體突變，亦都係用於暗殺敵人。只要靠近敵人背後，就可以使用溶血注射器立即擊倒對方，亦可對姿態不穩嘅敵人使用。The gallbladder. 哇！ That's too effective. 係另一隻。係咪玩嘢啊？點打啊？你啲一劑嘅喎。係喺度玩燈。廢料合成除咗可以用於合成多種物品，咁多嘢呢？咋？採血器分析用嘅採血器具，亦經處理後能用於合成其他物品。採血器，趁採血器採集感染者血液，就可以用嚟合成有用物品。鐳射顯微鏡分析血液樣本後，即可獲得新物品製法。This might be useful. 液樣本變成突變血液嘅檢體，使用鐳射顯微鏡分析後，可合成手槍彈同埋溶血注射器。發燒原子。最少步驟哦，咁樣這就是科學。合成
要合啲咩先可以變？要60，60再加個一個溶血注射器。喂，頂！哇！ Hold it together. 用電筒照佢會有反應。哇！頂！哇！冇啦。哎呀，又要由呢度開始，仲有2點幾，我聽日先玩。腰戰，哦，聽日再玩。係咁，聽日見，拜拜。